為推動安定甲安家兩里聯合多功能活動中心，議員李文俊對早期的選舉，因為安定國小的預定地題目的問題，議員並無看好，造成建物起好以後變成蠓仔館。議員認為錢要開，就要開佇個有用的所在，因此佇個頂一次會嘛提出安定第5公墓的遷葬活法。目前市府嘛調向通盤檢討遷葬，甲佇規劃設計同齊來進行。我知影真都已經攏扣了的款啦，毋過扣了迄墓頭墓啊，迄個輪攏還佫有佇個啊，所以我是講，恁探甲扣了啊，咱就探要甲叫迄用怪手啦，用迄探要甲處理好病嘛。無啦，對，該當一寡墓頭啦，啥話你嘛愛甲卡起，啊無迄墓頭佫留哩啊，啊咱就夾墓仔堡，毋是相意思。是。哦，敢是？這幫我迄個，我舊年我都有甲區長講啦，都針對着迄個生活尤其佮伊邊啊，你想講第11公墓就可見講生活偌濟公墓遐。像議員你講的，講已經300幾門，扣200幾門，剩94門。對啊。啊，這200幾門先甲用個病啊。對啊，你著先甲如何病了，恁扣好著甲如何病，你即馬扣好啊，佫囥佇啊，若毋知話佫去甲伊偷台落咧。除了安定甲安家兩里。另外，因南科的效益帶動安定區的發展。議員佇個舊年嘛，甲副議長同齊來會勘，希望佇個南科的地區規劃樹林甲所處兩里的聯合活動中心。台南新聞林根張碩維採訪報道。